袂记得，全部记录。哎，没办法，我较强我做到嘛？冇做到，是吧？哦，他家做按讲记吧。他刚讲你哦。来看一下，看能不能出到。大擂台，闹热中下台啊！一禮拜係今日第3禮拜 PK 賽係嘛？最尾拜咯，最尾拜啦，睇下搶機會咯。一禮拜強樣哦，係強樣點啊嘛？愛講客，好講客，強樣愛講客哦係，做唔得講普通話，北京語。因為上禮拜吼有人吼發了大蠻多錢。哎呦係啊，發千多錢咧，總飛儀先生啊，係啊。香港佢強強要破產嘅，係啊。等於講吼，伊上禮拜兩個你錢吼薪水吼等於冇量，冇量，多條。哎呀，多條。好啦，接下來介紹佢邊評審先生。一介紹先生，錢書飛先生，羅吉利先生，總飛先生。PK 賽比賽規則，參賽者2殺1係3殺1組進行 PK， 分數較大嘅1係冇達到88分嘅人搶死淘汰。係公平分就由評審先生開飛看問嘢。歡迎一介紹先生講規則。好，第每擺嘅 PK 賽吼，主要即係老鐵家本身愛做嘅事情先做好，嚴準節朴，了到做唔得出問題吼，還有老實了就絕對做唔得。老實係乜嘅？記住唔記得時出意思啦，我哋一真講啊，講唔錯。唔記得事。唔記得歐陽文創做對冇？我做得，做得好。唔講乜嘅做得。問講錯咯。問講錯咯。哦，快些。最主要是認得對方嘅馬殺，所以我哋自家本身嘅特色，然後發展嘅魅力，嚇，嗱佢做出嚟，問大家。魅力係乜嘅？就你自家嘅實力啦。魅力啊！魅力啦，實力啦，就是實力嘅意思啦。好，今日 PK 賽有8位參賽朋友，就4組。分4組來咯。嗱，4組來看第一組 TV 出到滿意來。滿意。蘇雪鳳，好，請蘇雪鳳來到舞台當中。還有嗰個慧君妹妹，慧君妹妹，咚，歡迎收聽李季準主持的《感性時間》。講客話。也唱也錢吼聽到誒，講客話，也錢聽到誒。是，請講出到滿意。張新文啊，張新文哦，那有張新文啊？李新文，李文賢啊，張新文那個宋一貴啊，哎呀，個宋一貴誒，呢，難相記啊。要文你係咪被嚇到嘅？真嘅啦，冇安尼，用香港人從我當位創。哎呀，你問佢咩當位創？當位創嘅身材都低，位創嘅。誒，你講，假如嘛當位創啊？嚟看下咩出到李新文啊？李文賢。拉後來啊，拉後來。啦，鐘玄燕，哦，好多年啊！兩位醫生演講哦，講咩咧？
哎呦，懂会冲呢，有没有冲哈？哎呀，懂会冲，哎呦，后生人也全部懂厉害啊！懂厉害，真真的，嘅。俺家讲真的，老人家同後生人學。好安尼，那帶了馬個？難以相投嘅緣分。哦安尼咧，群英 Tell you, 哈， tell you，跳搖啦。哦，跳搖哦，啊，安尼客家嘅8點檔嘅，嘿嘿嘿，嘅主題曲，好，來，彈兩位好彈嘅歌曲。人生本係夢，可以係匆匆，一人吞送了一生嘅迷夢，留戀又何用？彼岸嘅歲月像浮雲。轉眼就變成空，傷心的事再提心頭，看後的噩夢，咱的相投嘅緣分，比你也無用。彼岸嘅歲月像浮雲，轉眼就變成空。傷心嘅事再提心頭，看後的噩夢，咱的相投嘅緣分，比你也無用。一了头，把那一生的梦想，你了暗光，开始等你到天光，将眼神眸子含含，另外思像点痛，老老交交归同房，等过人人生的迷香。一了头，发到以后就天亮，你了暗光，天有金变是金错，将眼神粉碎含含，等你是心酸的，老老交交归同旁，等快要走于我的迷香。Tell you， 爱有匆匆的心思，强强靠等该红公主，相爱偷偷让你讲也在故事。Tell you， 爱有发高的心思，走得大仗你存你落，一早早的红公，不是安心酸。一早早给红光，不是安心酸。等快要是人生那的迷香。
两位的感觉无嘛个同样啊吼。哎呀，莫起眼眼，你做嘛正经出强到敌人嘛，哈？敌人嘛，敌人好，哦，讲好，长水站嘛要发钱，求真爱呀！所以唔拄好出来讲。对呀，所以哈，要显示波。好来，两位创作样板唐先生的贡品哈，来。哎，叶嘉修老师，雪芬啊，跟他讲吼，中国家吼做得很那标准对，因为你了出国吼，对我来讲啊，谈起来家还是感觉讲，你了国呢，二到去标很那高调要做得，定期家，然后那听较高调的，因为创出来了上吼，本来拍做得，不过都为了你就。自家去创国家，都国家是无问题，都大家出就涨嘞吼。咱的相头的缘分，比也无用。请以后得讲下无？係嗎？你係我講下冇，我講下。啊，我講價，我喺度數錢。你咩簽金狀，我即感覺講。你真有实力啦！不过创国家跟我讲，你对了，我谈起来感觉讲，你客家怕无亲，讲到亲到冲来你啊讲起来，创国家创起来就无姿彩。一了头，把那一生的梦想，你了暗光，开始等你到天光。虽然讲你定期。你聽到真好，躺喺度上咩真好，唔過幾條歌嘅，唱跳就按柔美世界歌，唱到按形式就對，大師傅咯，嗬，係咪加就好冇？嗬。好。啊，那先看一下分數啦，兩位的分數，好，今日先看數10分嘅分數。來。要按度好呢。88分咯。係啊，哦，好彩咩87分。哦。87分都挺高分的。我直接錄出去用。哎呀，88分嘅嘟嘟過關，啊，看夾嘅分數。好，總選贏嘅分數。哦，多加一分。關鍵的分數都啲葉家秀先生嘅幾分，好彩嗬。嗯，9嘅嗬，你有9偏冇9矮。係啊。好安尼就唔過關哦。哎呀，啊，恭喜！恭喜啊！哈，簽詞淘汰。因為還有可能有犯上嘅機會，好不好？所以先生到時在討論啊，可以慢慢再分轉來，好唔好？好，多謝兩位，按姿勢哈，最尾嘅當行錯哈，係。我等你啦，出槍嘛，順面不掛哦。還有6位哈，很主動滿意啦。滿意。陳真雄先生，哦，安尼啊，台北市長哈。口市長，周大哥好，市長好，美玉的小妹好。哎呀，排生人都講，哦，金曉講客啊。啊，金曉講客嘛。不會，我們客家前也有來，他可以代我翻譯。哦，沒關係，啊，帶你翻譯哦。是。帶你翻譯 Q 一班。沒有講客，我們係都是用啊關於同訪問啦，哈，係啊。哦，柯市長，你那天這個跑步跌倒有沒有怎樣？有沒有？哦，還好啊。那天跌倒回去看那個中醫啊，撲街啊！結果。對啊，我跟你講吼，那個跑步啊，以後你真的要稍微注意一下，我們的那個人體有一定的那個工學嘛，對不對？你不要往前哦，你要抬頭挺胸，這樣子跑，就不會摔倒。你這樣子就會摔倒。我就是這樣子，像烏龜一樣這樣子，對，跌倒。沒關係，以後你特別注意一下哈。好，謝謝。好，你最怕抽到誰了？最怕抽到陳建居嗎？陳建居已經比完的啦。不，他也是需要打個知名度。我最怕抽到這位先生，因為我們只有2個男生。哪個先生？這個先生。哦，王生凡。
对对对对对对对哦对。来，看我来抽啊抽啊抽啊哦，抽抽，我这怎么拉不到啊？不用看了，我这么哎呀，赖文竹小姐，赖文竹，我来欢迎来到舞台当中。主持人好，吴冰姐好。你好，我们讲你刚刚很像在抽尾牙的奖品。是啊是啊。赖文竹小姐，请上台领一份。市长好。你好。市长好。我们讲几嘛？叫市长。我呀。我呀。系啊。啊？你干嘛呀？你刚刚在帮斗没？好啦，唱歌，我先唱啊。你对呀，因为你抽到他嘛，好，哦，所以你们两个就要拼一下了。 OK， 好，我先唱，尽量唱乜嘅歌？我唱那个不一样。文竹，一公公，哦，一公公都會照到都會配樣，哦，剛剛好。哦，都好咧，哦，幾好啊，你講，嚟彈翻嚟你有冇嘢講嘅？我努力，點到你嘅腳步嚟，你堅行堅行，堅行堅行，我堅強堅強。你看見天空。我看見你嘅背影，希望你會記得全部嘅路。你太累，你要有自家嘅夢的。一半歡喜，一半笑，係解呀嘅心情。歡喜你太累，你做得起咖比嘞，希望你會記得。全部嘅路，我看見你嘅背影，堅行堅遠，堅來堅捨。我看見你嘅背影，堅飛堅高，堅飛堅遠。我看見你嘅背影，堅行堅遠，堅來堅捨。我看見你嘅背影，堅飛堅高，堅飛堅遠，希望你會記得。你一定愛記得，記得這條全部嘅路。给你主题啊！没辦法，我愛看到你的模樣，金恆金遠，金恆金遠。對啊，唔較強出到蠻型的。李文新，我唐講唔清強出到唔修存的。也對，也對。你建議咧，講真咧。哪一講？李文新。好像是哦。你較強愛評。按你去看唔清唔修存。
讲的自由，天平淡嘛嘅时间，爱经行经验，心中情感。天下泡沫脚有千百条故事的容颜树下强啊吊公公。天丘地背咸咸的船的，爱定强下咪罕的，为了嘛给爱离开，头摆单纯的世界，上领童年，也讲讲秀才郎，也个故事爱已经详细。哎呦，两边就冲到暗后堂啊！哎呀，是啊，这偏离主题啊。哎，没办法，我看到你的模样，惊鸿惊艳，惊鸿惊艳。对。十种中国的不同凡响，对的，真的不同凡响，对不对？不同凡响。来，谈一下公平来。许世辉老师，其实你比两位的表现来讲，其实你们让我感动的点不太一样。啊，不过，今比郑雄哥，人家说各位应该讲人感情音色的方式，其实我感通的地方就係一點。其實我知道人創亞數過，真係創到一本人感覺到要創一批。啊，不過人嘅部分係愛做嘅就係講，因為可能唔係客家人嘅關係，所以唔嘅咬字嘅部分咧，我較冇乜按準。還有當創業嘅地方嘅，唔感情係要，啊，不過破嘅部分係人家就當中意當注意嘅地方，所以人家副歌嘅地方啊，就係愛定看培養經行經驗，開始創以後，人嘅破嘅就會開始跌脫。我一直強迫嘅，所以你可能要注意一點。過來嚟就留文竹講一下嚇，文竹其實也屬過嘅嚇，係我談客家歌以來，情感通嘅兩首歌嘅其中一首。其實也屬過啊，佢寫到當清新，寫到當好。啊，這種佢比本來感通嘅地方，咩係啲人感情嘅地步。唔過佢比唱明顯嘅地方，係緊張嘅部分，本人看到太唱明顯嘅。冇辦法，其實人感情係比較鬆掉嘅，唔做得個做唱到個較冰。天下泡沫腳有千百條故事嘅容顏樹下強啊吊公公。我希望講下一擺就不要露餡，我第一當緊張，必須兩隻是。真嘅我本人緊張，啊，我不要露餡，因為太容易看見。OK， 好 ，OK。看姐姐，再講。哦，對，國立老師。好，基本上今日兩首歌曲，鄭雄唱嘅《不一樣》，然文竹唱嘅《愛公公》，呢兩首歌做嚟講，就是非常經典的一個說故事型、講故事型嘅歌曲。啊，今日兩首嘅表現呢，我也試到過有攞嗰種講故事嘅嗰種感動要講出來，比如目前我所在就係講，
可能因为郑雄哥哥呢本身唔係行言哈，人跟老師旁邊看冇按正統嘅學法，所以講談起來就會本有一點點的疏離感。但是我不是否定你說故事這一塊，講故事呀部分呢，嗱呢有相當嘅層面，有相當的切入這個歌的主題哈。這一方面呢，文竹呢表現就比鄭雄的，我個人覺得啦好一點點。不用為一個建議之外，以後碰到這種說故事型的歌的時候，除了講你要練100遍、1000遍，然後老歌練熟以後呢，你要怎麼去抓那個精髓？很簡單，回過頭來念歌詞，不要去想它的旋律。好，你把它，而家手機都有那個很方便的錄音程式嘛，手機錄音按下去，你把歌詞念一遍，用去個因為情有感情的嗰種口氣，去到給念出來。但是你平鋪直敘的念的話，它就會變成愛落淚，聽唔到你的腳譜嘞，這個叫念稿式的。你不用得情緒落去，不用得嗰種口語落去，它就會變成愛落淚，聽唔到你的腳譜嘞，是不是就不一樣了？不一樣。你抓到這說故事的重點之後，你再因為旋律你很熟了嘛，再回去上，那個說故事的感覺絕對不一樣。好不好？加油！我都聽得懂，只是不會講。好，加油！按住先哈，來看一下分數啦，好唔好？好，先來看陳振雄嘅分數。89分。好，做得。再來看賴文竹嘅分數。謝謝老師，阿哥，謝謝我都25分啦。專門對人吼，就但慢照顧，對人順嘅吼。主要是我是會講文竹吼，你唱了首歌嘅，你有緊張冇緊張，唔怕，你就講話嘅表情講出來嘅，特色做的感覺出來，因此唱歌就可以做到呢地步嘛。所以我一個感覺是講，你就做到了廣告呢點是挺重要，所以我不會忘記。哇！好，安子 C， 謝謝。哇！我一個動態評價25分了。哎呦，拍攝啊，沒關係，我還是回去當我的市長。不行，有敗不復活。是哦。對，因為你太好笑了。是哦。你再去跑步啦，你再去跑好不好？抬頭挺胸哈。好 ，OK， 好，保重啊，保重好，這邊當我坐哈。有一道竹係亮竹啊！好，來開竹蔓延來。上竹嗎？亮竹。亮竹。哦。好羨慕。係，歡迎來到舞台當中。唔較強除到蔓延來。得什麼強？哪位強？清強嘞，清強哎哦。李文新。喲，真的嗎？我聽講清強出到吳秀純呢。也對。你建議咧？講真的。愛強。李文新。好像是哦。伊較強愛朋友。按你去看唔起吳秀純。對快嘅，你廚房先，你莫開藝啦。看廚都也朋友，還愛朋友。看你吳秀純也係李文新。來出。記你動態哦。哎呦，阿春呢？阿春呢？來，文曼兒都唔講嘅。唔講嘅。身經百戰啊，經驗十足啦。哦。啊，先一條歌。先乜字？來唱田衣。田衣啊！我要做你田衣，你先出道嘅哈。嚟。客家無錢河。我一條好彈咯，來彈過來。你
心无辜负你，今已离开你，实在真伤悲，伤尽莫言眼梦，心中的苦悠悠蔓延地，不知情流水，天空有落太雨，从这爱改心事，从这一切永生秘密。银行的怪人无数心，爱也无关你，一切的一切一生孤寂，浮浮就看天意。千百年来，延绵潺潺的河水，安静的沉睡在凝望的心怀里，几度仰望客家之地，子孙数保佑，香火来传承，出世定讲母亲的年岁。流啊流，流啊流，流出客家硬强劲，流出客家血脉情。流啊流，流啊流，流出客家见远心，流出客家沧海飞。听讲母亲好，听讲母亲好，听讲母亲好，幸福相传，心怀家亲。流啊流，流啊流，流出客家硬强劲，流出客家血脉情。流啊流，流啊流，流出客家见远心，流出客家沧海飞。听讲母亲好，听讲母亲好，听讲母亲好，幸福相传，心怀家亲。两位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哦，哦，清幽养神，係咩？感覺起來有新形容誒。認真，安尼好。係啊，好，你看像這流行歌曲組變到傳統組，有啲傳統組又變到流行歌曲組，哦，變來變去啊呢，厲害呢。好。係啊，經驗十足啊，真係。唔係可以唱人呢。學習學習嘅對象啦。學習嘅對象，該要唱總非現場公平咯。好嘞，好。血脉记，嘿，今天你唱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的换气、你的呼吸，是你今天的最大的问题。其实你的音色哈，按讲
很漂亮，很柔美。所以说你在唱歌的时候，你的那个柔美的线条我很喜欢，这是我很喜欢的部分。但是我想给你一个建议，回去练习歌的时候，调整一下你的呼吸，因为你很多的音到最后一个字你都没有气了，对不对？想起莫言言梦，心中的故，悠悠满地。我想给你个建议，像你唱歌，你有真，你嘴巴是这样扁扁的，所以你呼吸也是就短短。我建议你连唱歌的方式都能够改，唱歌的方式就是你有真情，不用你有真情爱呀的，爱有真情意，就这样。如果爱有真情意，嘴巴把它打开，然后呼吸的时候，嘴巴请张大。爱呀的，起码你嘴巴张开来，你绝对比现在再多呼到一半的气。这是你今天最可惜的地方，就是你的气息的不足，你的尾音就绝对唱不完。好，这是一个很可惜的地方。相信你如果调整过来的话，记得回去练呼吸。其实游泳很好，因为游泳在换气的时候，这个口型都会非常的会比较大，你才能吸得到你的气。好，我觉得这个真的回去练。然后，秀春姐今天的你的表情我很喜欢。嘿，来看你冲口给表情哈，我的心就觉得感受到你的那个对于歌词的这个表现。那今天有一个地方，只有我觉得那个溜啊溜溜啊溜的地方，可以再柔和、再轻巧一点。然后第二句流出哈嘎昂降音的时候可以出来，然后歇麦轻，然后又溜啊溜这里在。所以这4个字。这4句溜啊溜溜啊溜，你要稍微做一些柔软的调整。溜啊溜，溜啊溜，溜出客家昂降音，溜出客家歇马情。但是整体的表现，我觉得你是很棒的，加油！好，安子 C， 谢谢老师，思菲欣赏。嘿嘿。OK，谢梅姐哈，其实甲菲老师老讲的东西，其实我想法老有同样。我做讲，其实谢梅姐今边嘅表现啊，其实讲起来，喺我讲嘅話，唔係應該係緊張啦，嚇，唔係緊張嘅關係，所以人嘅戲也好，唱法也好，人嘅樂器啊，做講一句話，一句歌詞，你想去唱衰變到唔切假磨力，嚇，安尼就較大爽。冇嘅話，其實人唱歌嘅表情重要。我就前面一句特別就看到人嘅表情，就愛無拉氣嘅感覺嚇，就又是一個露線啦嚇，安尼就較大爽嚇。冇辦法，按有感情嘅各位應該對你來講應該係當輕鬆嘅事情爭吵嚇，你喺上線要按講。OK， 安尼好來，秀春姐嚇，謝謝老師。好，秀春姐，其實嘉菲老師講嘅強樣嚇，做講唱人嘅溜啊溜溜啊，其實客家人有上時候有啲。西摩人應該有嬌滴滴嘅感覺，其實用到嘅嚇，變到地步會較強。你唱起句溜啊溜，溜啊溜，你唱起你較有喺西摩嘅感覺嘅話，其實人家數歌就會唱到一號。即係嘅目前學嘅3句，其實我睇得出來，其實人家起無來，前後面嗰隻詩已經無來嚇，連續3句前面嗰隻號嗰隻詩，就可以來到無氣嘅。所以我希望講，可能講，在吸氣的時候，你可能會注意到，你自己要準備好來嘛。冇辦法，其實人家說過，我知道唔把握得以後，所以我希望講，佢嘅韻法兩三組強樣好，佢嘅韻法可能還要過練習，安尼可能將會做到你自己應該用辦正確來唱歌嘅，將冇按開啦，嚇，安子 C， 石龍先生，好，安子 C， 好，今日嚟看分數，好，每一分數。89分，哦，89分啊！另外一邊呢？秀春嘅分數。清淡了，心碎了。
有带摸的吼，啊，很好上一行嘛，这个摸的啊，讲我爱带跳脏，你有啲唱个嘻哈有嘛？有，嘿，有情面的，嘿，有。因为唱的呢吼，也嗓也着呢，条件全部当好啦，吼嗓也按清亮啊，个也黑发也当标准啊。因为讲，因为迄从细一寸就有讲下啦吼，我相信呢，后尾人家就像田传义来比赛嘛个话，指日可待啦。吴秀纯嘅分数。秀纯姐，winner。谢妹子，哎呀，看咱有犯上的几笔冇？哦，唔是讲，有可能有犯上的几笔，好嘛？哈。犯上哦，好。哎呀，多车两笔哈，按姿势，好了，最尾当错。好，安尼存两笔系嘛？系嘛？系咪存两笔？错。哦，存两笔是看选麦先唱啦哈。来，看李文新先唱也是王生凡先生先唱来。哎呀，王先生先唱。哦，啊，另外一笔就应可是为李文新了哈，唱两笔来到舞台当中。来的，王策李文新。好，来，欢迎两笔来到舞台当中。好，来，我们讲几嘛？当行，行到怎么能行嘛？行到要准哦，行到必准哦。行一边太杂咩？今日也有人。安尼，那带了嘛个讲？平行线挑战这个。本身你。欧洲机械，欧洲机械，来，谈过来，好来。日弹琴，日杂梦，日风爱含在心中。虽然有万语千言，自问此后敢会偏来无用？情断了，心碎了，爱成空，无人无救，曾经的旧梦曾情，只留遗憾，痛在心里。爱老你桥偏行的两条线，爱等到难以找回恋人誓言，梦是言，情黑的点，黑唔黑前世注定今生无缘。爱老你桥偏行的两条线，只存转身一个给最后一面。日嘅天，日嘅天，让人前世情，今生嘅缘。合作的海，依旧无人作来，行渡心的石台。合作的海，点亲的表口袋，送头没去头。
好天顺路，头摆总来太过太傻久，头摆无人期待嘅头摆，一步一步紧行紧出。山那个马冲，哦山那开嘞，冒险了负重那分来个海，太阳。谢谢。嘿，其实你看个刚要学到的，就我平衡线的路人搞来冲用。哎呀，喂，真的学到哎，不差呢，哦，平衡线冲都不差呢。清亮。哎呀，清亮。但是人这看镜头可能感觉怪怪。用你咯。你既然戴帽的吼，安尼以史击今呐，啊。啊？那个意思？与时俱进呐，哈，啊，挺后生一行嘛，这个帽呀，讲我带唱脏，哦，你有啲唱嘅嘻哈有嘛？哟，嘿，有情面的，嘿，情面，哟，嘿，啊，跟飞给跳咯，嘿，哟，嘿，嘿，嘿，吼，为什么你要这么抬？公平啊，罗国立老师。申凡哥，可能因为也国新的关系，68个，所以你唱歌的时间也系伊个60拍的哈，规规矩矩啊，今日唱一首歌，我就规规矩矩唱起结就好咧，也系一个胸无大志的唱法啦哈。当然，一种个唱法呢，一种实力的表现在平常时，意思讲在初赛嘅剧团啊，初赛嘅剧团也系非常讲开心嘅剧团。按你安稳过关的想法是正确的哈，是正确。但是也慢慢的，那个企业变得更社恐了哈，企业起出来的面会变得更紧了。你讲本按那个心态来面对比赛话，可能就不较吃亏。明显讲，大家做啲进步没？冇进步就本人比下去，就变得像人退步样诶。所以话本人建议就讲，那边在献国方面哈，切个都是多去。去想一下，多去想一下。我喊你强调一个是，莫先去个希望嘅，我先去个创落好堂嘅。创完亲戚朋友堂啊，本样子堂啊，好堂哦。我创一条较好堂，也创一条较好堂，大家意见也同意了，安尼，吼。了解。本来建议，再来讲，文心哈，自从上一拜都也还1年人哎，哈，1年多有了吧？你上一次比赛回来到今天，到这一次再回来1年多有了哈。我们也确实感觉到你的进步了，你的稳定性也增加了，然后你的气，我记得你以前只要一紧张，你换气会不是很顺，哎，慢慢的觉得你这次回来，各方面的以前发现在你身上发现的缺点，好像慢慢都消失了。想必你后面有高人在指点你哈，你自己也应该下了不少功夫去练习哈。对了，就是这个方向，那也期许你在。今天开始，我后面的这个赛程里面，能够一步一步的精益求精，能有更好的成绩哈。好，稳住 ，hold 住，就是现在这样子进步就对了，好不好？加油！谢谢老师。好。要请总编辑来补充。申凡哥，嘿，刚才老师有提到了很多的问题，那你要记得嘞哈。然后我讲到一个，今天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冲口嘅时间，你嘅圆滑。不是很够，好，那因为刚才罗老师说到是个性的关系，所以
爱兄，你以后在练歌的时候，比如说来老你就两海比了，然后最后一句爱等到爱你怎会练，那是要等到哪一天才会这样？那个圆滑线你要做到，你不能爱等到爱你怎会练深夜。对，那个角度太多。爱老你就偏行嘅两条线，爱等到爱你怎会练深夜。而下一个更满世间，不是满世间，心给点，你全部都有那个角度。那这个其实，在唱我们唐国跟师姐听到这么多那个角度，心会觉得不太舒服，所以这个把它圆滑的这个过程，把它做得更好，好，你就会从个更好听哦。那文心，今天我觉得你的表现很好，那你的整个音准跟拍子都非常的稳定，就像老师说的，常常你唱歌，你的问题常常就是你的音准的控制不是那么的稳定，所以有的时候好，有时候不好。对，那今天我觉得整体都不错。那有一个就是头白中的韩国天顺路，请你要收尾。路头白中的开过台下鼓。全部都太直，记得把它收尾音，哈，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后面那个山啊歌，你不要害怕，歌马冲，吼，重新再来，你不能歌马冲，吼就不行了，所以那一定要收，再把它收回来。山啊歌。好，这样出去了以后，你回来再重新来，才会有那个柔和度。我相信这首歌你就会诠释得更美。好，很棒，谢谢老师。每位评审哦，我先讲文心了哈。每位评审有我们不同的角度在看这件事情哦。对于我来讲哦，我觉得文心你来参加这个比赛，你学法唔晓得讲，但是呢，你必须要一步一步就进来。哦，有的像闯跳啊什么这些咬字的地方，我觉得它是不可原谅的。你冲到 KTV 你没有把它唱出来，这已经是常用语了。你在学的时候，你就要把它唱出来。那个咬字的每一个小地方，哈嘎发有客家话的特别的那个发音，你要做出来哈。还有申凡，我一定要特别夸奖他。我跟四位老师一起聊过，刚刚他在唱歌的时候，我们都很惊讶。你唐国啊，或者是当评审啊，不是说规定一定要怎样子唱他要怎样子的好听。如果每个人都要像文心这样的一个唱歌的标准，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的话，那平民歌手的表情在哪里？所以你叫阿伯啊，你叫他阿伯好，叫阿伯啊，这个提供的啦。不，是在讲你基本的歌唱得清楚，你已经很投入了。对你来讲，你种真心哪会唱出来嘛？你看体重要，来你唱歌，你们两个站在台上，对四位老师来讲，他两傻，他是一样的，一个有缺点，一个已经把自己表现到的极限。我出爱用天天啊。就根本你爱出爱用做到爱用型啊，他给看到了，其实赛爱用做好了啊。比赛的地方就是一个这样的舞台嘛，所以俺意思是我是想说一下，说这样的话，比赛才会公平嘛。好，安子说，你讲神道看到个反差动态啊，你这阿伯啊，你唱的不差呢。讲啊，韩国路过呢，我们不差呢哦。啊，那个先看阿伯的分数咯，洪生盘的分数。水梦先生。係阿伯，就是一分。係啦，你老講到安尼咪，其實阿公啊。愛公。就是一分唔會輸呢。唔會輸呢。哎呀。溫馨。哎呦。壓力大了。都唱完了，有壓力也沒有辦法。就是一分較高下較大咧。看一下，來。好，李文賢的分數。
恭喜恭喜！谢谢老师，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技高一筹了，好，哎，好，两位安姿势，多谢，好，双眼闭着，然后走，休息好了。經過3禮拜精彩嘅 PK 賽以後，總共由勝利的選手簽時淘汰。在評審席上開會討論以後，決定本3位選手派布返上嘅經費，分別係鍾東升、范強光仁、葉景賢。希望3位選手在未來比賽一定會好好加油哦！夾哦！今日最尾一場啦，最尾一場啦，嗬！錯過冇機會咧啦，嗬！有啦，有啊！我等人啦，我冇叫樣嘅等人啦。係咪？我啱講到今日係冇復合嘅話就拜拜咯。好，就拜拜啦。哦，對啦，今日嗰是講，本人淘汰嘅可能就咩？還有派布啊，派布返上，要返上。要返上。好，你介紹下你評審先生。李秋華先生。羅依英先生、賴明正先生，相信今日比賽之前，我來談，我來看他們第二下嘅阿妹哦。係啊，來拿獎金啦，係啦。係啊，加油哦！好，父親節帶來平板。哎呦，衝平板，嚟睇啦。香哦，係啊，一道寫字啊，啊，14歲，14歲係國中1年生，係嘛？小少女，厲害啊！誒，因為我來讀到14歲。請問說呢？真係唔會查哦。啊，唔會查，好嘅機會啊！呀，上台跳歌曲。從4年生學到呀。4年生哦，你咩好多年咧？差唔多4-5年有嘅嗬。哦。係做馬我以上嘅一行啊。媽媽別咧。阿婆看到就帶我去。哦。阿婆睇咧看到咩？阿婆別咧。別咧呀。別咧。唔係啦。阿婆別你係咩啊？唔係啦。唔係啊。阿婆要嚟嗎？阿婆要嚟嗎？到嘅啊。啊得嘅啊。阿婆。阿婆。冇見佢捱冇筆記哦，二分之學嘅幾咩？幾行到二分之。係乜嘅？係因為唔去歌唱班，啊，佢天天去。因為學教嘅教長啲嘅介紹講嘅富強嘅嘅發動中心就有嘅老師啲嘅教安嘅唱歌嘅，我就想講。哦，義務嘅係嘛？有蘇菲嘅啦，我就想講。蘇菲係戲咗馬來啲。冇啊！誒，結3年啦，係。啊，你這個有好冇？有啊，有啊，要買1送1咩？有。跟女生我哋啲節目教下你嘛。
挨牡丹啊，老人家心肠唔好。唔怕啦。咁有擔要割鐵咧？本人黑鐵咧，考慮一下，吼，練好樣來報名，吼，我會先哦嚇，哦，客家甜心會先去參加哦。係啊，佢體育館嘅開學時間爭去啦。好，好冇？哦，啊，只是按要培養都按優秀嘅孫嘅。冇啦冇啦，日都冇嫌啦。本地舞台，本地學習吧，先面嘅啦。係要當好嘅舞台。小孩子需要舞台啦，本地安尼有機會安尼啦。哦，就是這樣啦。咁今朝來唐先生講評好冇？好，謝謝，謝謝。嚟有請賴仁真先生。呀，父親節四阿妹啊嗬，因為唱嘅呢嗬，其實呢可以講嗬，也生一條呢條件全部當好啦，嗬生也按盡量啊，嗰個也黑花也當標準啊，因為講應該係從細一出就有講下啊嗬。希望啊，一直保持下去啊哈！冇到個各種以後呢，下邊啊就會總是會創新國家上咧會講下啲呢，按做唔得啦哈。但是呢，其中有一啲啲咧哈，我想講因為唔按後生咧哈，下邊也路行暗藏，可以往一方面發展嘅話呢哈，一天都橋到慢咯，而家就創新國嘅時節啦，師一爭，強爭嚟做表演，按你話係最高級嘅啊，嚇！所以講師爭強演，唔好講因為強調。因為大家談人哋唱嘅話，廿幾乎唔唱嘅平板，應該就強樣按你強調，一直在練啦。好，所以呢，唔係下邊起嚟，一思樣嘅戲嚇，欣賞，然之後拿嚟按你，用按你戲嚇，就冇講欣賞，變咗欣，唔係小可做一下，就看遠啦，欣賞了，會遠咩？你欣賞，當然一講法家會有語言嘅變調。但唱歌家下呢，嗬，一天要照緊語言嘛，嗬，本身去做音啊，按你翻就最高級嘅啦。跟住很多嘛呢，意識很強啊，然後呢思想強烈，所以你假使往按呢方面去做嘅話，嗬，個客翻要接講啊嚇，我記得同阿婆就講客，嗬，同學一定講句嘢唔怕，但是你做都冇客，一定要講客。按你翻入成個會越唱越好，越唱越好。我相信呢，係咪人家就？像田傳義啦，比賽嘛嘅話，自然擴大啦，嗬，一個成績啦，嗬，所以呢，我希望講，小可海拜加強嘅部分呢，嗬，要按好條件嘅話，我上到要按電商咩，嗬，也就咩條件，係個人上有上到，客話繼續我保持，一定要講，嗬，所以呢，一方面按嚟去繼續去拿嚟，嗬，拿嚟延續下去啊，堅持嚇，我記得，嗬，海拜全部人嘢嚟啦，哎呀，係，哦。是這樣子的。啊，你談的是什麼？父親節。對了對了，父親節。啊，有沒有父親節？父親節呐，父親。父親節。沒有，賴先生對我講係父親節，父親節。父親節。啊，安尼以後客家味來就可能了，好嘛？好。啊，一個經營動態哦，經營動態哦。啊，你可以下個有辦法拿到獎金冇？來。父親節的分數。哦，95分，哈哈，歹勢，我喺度96分咁拿嚟咗。冇啦，來，頒發獎金來。來，獎品3000元。恭喜哈！3000元拿做一台阿婆強喺大吊絲哈。好啦，還有幾位再過來哈。安子謝啊，多謝啊，加油！發記得咯，應講哦，哦。啊，謝謝。見公路下，見公路下。可能前面有一個羊啊，形影不離啊，呢，啊呢林歸蘭對嘛？來，有請來上舞台的。用幾邊有喊來嘞？哎呀，給你們想來了。給我們想來，誰想你啊？自己往臉上貼金哦，哪有人？哪有這樣子的？他有，看強我出動嘛？冇出動。哦，他敢做按講幾個？敢講你哦。來看一下，看能不能出動。好嘞，好，叫做比賽哦，進行幾比賽。好，有請到蔡永興教總。今日係屬於咧很多 PK 賽哈，大家吼要注意乜嘢咯？要注意人嘅咬字要清楚，強音要做到來，
还要有感情啊哈。但是青春也会吼，莫江山嘿，吼，加油！好，江山嘿，好，嘿，莫江山嘿。哦，闽语要欣赏个安尼，个讲法个安尼。莫强样吼。哦，像立秋啊欣赏来加油啊！加油！啊，唱高档的江山嘿，嘿，翻水我。唱水我来翻扬来都不。翻水我啦！翻水我。哦，北航的。慢是梦想。嗯。加斯堡啊，上次他报外。阿尔姐。我真唔敢要强出到慢嘢，应该唔会吧？按这个。最重要，这个创好最下重要啦。这个创好下重要。但比如还有5米的潜水朋友，我有反应，你真的要除土机，唔会叫我啊，用我按水除土机啊。真嘅咯，即个老姜，来阿甜哥。哦，阿甜哥哦，一个真嘅老姜。其他迄新生嘛，阿甜哥迄老生。老姜诶。来吹下。来，看有咩阿甜白来。阿甜白，曼宁。来。刺金收，嘿啊，就哦，你用粗量甲白个呢？来分享来到舞台当中哈。2位优秀的主持人好。优秀的，秀秀的。2位讲你说是？魔术师。哦，这个要比赛时间让见到面多少？错。哦，魔术师唔吧？魔术师尽量变。哦。尽量分。有啥子我好朋友来变这个大发感情啊？哈，对吧？魔术师就尽量来。哦。尽量来。干嘛呢？对啊。冇咯，放马过来了，准备好了冇？天强的出奇嘞，有好啊！哎呀，佢家无选出道机，伊讲天强的机，又出道的机，那个是好搞的咧。哎呀，你做嘛我比你安强咯？我迄幼稚园的T拜来比的，系哦，你弄唔会啦，你记下拜好传统冇啦，这是上麦堂给冲出有堂啊。第一次是流行，第二是传统，嘿啊 T 拜，好 T 拜，我带了嘛个个。平板好，平板，秀秀诶，3个字，哦，好，安尼来谈看啦。从啊。
美哈，哎呀，安尼你请讲记，金江。金江。嘿。我要讲记啊。做嘛会讲伊喏？夹上下量啊。哦，量。差不多啦，唐一来差不多，平分秋色。哎呀，有麦克风冲出来，慢一面按量对吧？哈。较稀的啦，吼。葱圆米啦，哦，葱圆米啊。多带卖那圆米较好哦，要尝一下欣赏的贡品糖告总。好。告总，吼，苍永贤先生。哦，范手机佢咪创喺平板吼，非常嘅稳定啊吼。佢也创有亲有感情，韵脚也有欠多啦吼。唯一假是讲，迄有较欠点嘅素材啊，就也個歌詞度方嘅 T2 機啊、T3 機、T4 機嘅，可比講歌詞配熟嗰隻熟，也係用米做醬嗰隻醬，薪火相傳嗰隻傳咧，甜味有多少嘅無辣。也就係比較較無足嘅素材啊。基本上嚟講，係創來清好。刺手指嘅三個字也強講，創來也係有爭當啦嗬。但是基本糖創嘅嗬，也個顏色有較多少嘅較無按亮到啦嗬。嗰個也個人呢，有啲素材嗬，有啲素材全無按足。中秋了，明啊夜呀，西风了走那。好，你可能愛下禮拜有機會嘅時間，要較注意一點。對，再另外談一下那個。先生。水我吼，像甲安尼高中講嘅，條件要真好啊。就因個三國號創正經是 T4雜誌嘅時節，嚇每季 T4雜誌嘅時節，你時間不短，你自家做你糖嘅從不帶，好，你可能就你發生嘅時節，你注意，莫一下你知道將個三國嘅戲標起來，都後邊你時間就會唔大。佢創國嘅意義，你講要高。又大又強又弱，所以你要買老強老弱，我要買屬於咩時節要注意哈。準備做得以後啊，條件清好，你也所以希望明年叫貴錢嘅所在。金收好，可能讀到強數，所以壓別青苔，係嘛？你生根本都冇開來嘛，你自己有感覺冇？你生係會卡卡。你生冇吼，有點小感冒。錯錯，所以你生啊，咁個糖度就你生已冇開。要讀到安尼水我，所以你今日對你阿邊嚟講，你生冇開，最先擺起來生嘅運用氣嘅所在啊。很多年紀咧，這個一下唔開始，你生要甩體啦。夏天西瓜，或者冇運氣啊，有講四季八節啊，人家會運氣邊嘢加節出來啦，嚇。還有中秋明月，唔好中秋，秋天，可能用埋中秋嘅是中秋節，秋天。用落牛絲，在你用乜個所在時，你注意，在你創過嘅時，你先將絲牛皮掙落，哦，你特別注意嗬。西方這個時，要用落嚇，寒冬立咪寒冬咩寒冬，哦，冬天寒冬，冬天你冇用落咯，哦，還有一個立咪咧，你要溫氣嘅啦，所以你今日咧舉數嚟講嗬，今日表現咗網上暗號。希望下回還有機會加油哦！好，謝謝先生。哦，真係吼，佢強用嘅雜誌嘅呢詞語冇強用嘅吧？就講嘅嚇嚴重冇強用。誒，嚟按你看分數。好，先來看范水我嘅分數。哦，91分呢？多高分？好，加油嘿！來，看一下人嘅分數，來。是金秀嘅分數。
是。哎呦，爸爸嘞，秀秀。爸爸，哎，那骂人了。爸嘞。还有派布的饭上，好不好？饭上哦，哦，有可能再转来安尼，好不好？好。啊，要不多车呢？什么？谢谢他来啊，什么？在边当行坐哈，甚至是，你坐到也有感觉，有感觉有迄个痒啊呢，形影不离嘛。乜嘢痒啊？因为呢？有迄个。你看到乜嘅东西啊？还人冇注意乜嘅问题啊？有看到前面有一个痒啊，形影不离啊呢。还有，还可能是。安尼还有，你看啊，安尼林归兰对嘛？喂！莫呆莫鸡叫你做嘛？哈？嘟嘟，嘿！我来做秀嘛哈？爱冇，上爱冇。我来行一下嘛。哎呀！一等真久的呢，等30年嘞，是冇？哎，不要钱啊！我行一下嘛。来，有请来上舞台来。来，行上来。来，行上来。动出通啊！动出师呢吼，动出师呢。嘿，有型的啦。新的，噔，哎，行啊！唔行哦，你用这边有喊来嘞。哎呀，给你们想来了。啊，咱们早点水多了，沙哑。还用感冒啊？啊，没用讲下用哎，没吹动哎。给我们想来，谁想你呀？自己往脸上贴金哦，哪有人哪有这样子的？哎呦，你想我，你不要摸我屁股啊！不是，他是说人家也会养你。你老公有来，你一直摸我屁股，你真的是不去摸你老公的屁股，你摸我的屁股。我想讲几句话了哈，差不多教训啦，多水啦，4點咱行路啊，散步啊，多水啦，差不多就哦是摸上嚟啦，他今日喺嚟聊啊。安尼啊！今日来聊些咩啦？我請教一下，人家拍一道機 MV 嘅。動刀啊！你做乜企喺茶人嘅主角？那你必他自己會去錄歌，錄完以後，然後跑到那個茶園那邊，然後自己那邊拍 MV 這樣，然後 po 他的 FB。哎呀，以連做吹寶本呀媽媽時候，馬你 po 出來你冇？哦，媽媽身體唔好啊。唔確定今日來探班呢？按做乜干呀？姐姐媽媽帶貨呀？準備好咧。哎呦，準備好，今日冇乜種啊！東西都準備好，也是想冇好一天。唔係人啊，神夢啦，太自家啦，好啦，鬧熱大擂台，幫我哋機會，還有啲羅主持人帥哥，海俊美女2位名主持人，給我機會，還有小康老師這些。小鮮肉，大爺，還有幕後工作人員辛苦了，還有啦，鄉親朋友，謝謝你的支持。好啦，老公，你帶座椅啊，帶座椅啦，好嘞。你監車係吼，係貴嘅吼，一帶都唔拉白了嘅，你冇。這麼獻技人家得到金曲獎嘅嘛？係咪？好啦。歡喜啦，有很多來聊啦，補充身體呢，哈。哎哈。哦，下禮拜一來哈。再見哈，再見。對講下禮拜一來，我是真的有在中路。我沒有被你想來的。沒有，出牆沒有？聽一組誒沒？聽一組。好，TV 出到滿意呢。劉敬生先生，好嚟分享來到舞台當中。係阿森爸。阿森爸好，好，大家好，好，阿森爸你好，唔吸強我做到乜嘢？連攰啦，乜嘢？還有乜嘢？還有麥克風講，冇做到甜白做。哦，甜白，他搞做按講技吧？他剛講你哦，老姜咩？哎呦，甜白真係當恐怖，比啊恐怖上行啊恐怖，係啊，你看一下，看你咪出到阿甜白咧。阿甜白，阿甜白，阿甜白。
黑梦。呀，阿田爸出动啦！哎呦，那年哦，大家拢讲出动。中央啦。来有。你也无错。哎呦，安尼样好高哦。哎呀，量的袂创的，强啊变人好啊。你量有硕士嘛？罗亚阳硕士。强好高上课啊。真的啊？很细汉的强好高上课哦。没啦，三个。三个班的哦。班的好高。哦，今日都硕士好久的啊。刚学长系咪？差唔多。差唔多吼。差唔多啊，哇！啊没有。安尼快睇咧。俺们学过就那一组比赛转来。真的啊。前辈了，前辈哦。前辈，前辈。哦，前辈，按迄个是讲，万一书记的话嘛，义有永言呐。哦，安尼这个饼啊咧。好了，饼哦，三把。金白炒马狗。三个字。好。啊，田北咧。肉三个。好哦。饼看啊。就開放吧那，安好了來啊那麼有，無窮了干三餐就是掉饭啊，思想了喜难，莫着了来求啊，存在了。唱歌不呀？山河了，我要唱了。张宇。对，过今天啊。张宇啦。哦，杨烈。那林峰大哥。如果能够把自己放在你左右，让我拥有一生真实的感受。
唱来，本歌对难，啊哥了，唱来呀，本麦佛呐。两位主持人，还有全世界客家乡亲，大家好。全世界呢，全世界的人来看咱的节目，全世界在看咱的节目呢。哎呀，哎呀，哎呦，阿天爸，我们大礼拜比你看到呢。那个大擂台啦節目客家電視台啦，非常安普。係啊，客家人全部有看得到。係啊，有看得到。所以味道都係傳承啲客家嘅好嘅文化咪嗬。不用客家文化。所以一咩冇做唔到辜負安尼所有老百姓嘅納稅錢啊！哎呀，客家電視台納稅錢來做嘅呢，對嘛？來付出嘅呢，所以啊，所以認真將節目做好來，係啊，能將歌唱好來，好好講客。好好講客，普通話冇人講。好，我記得冇投訴哦。你記法都錯嘅啦。你記法。我實際講，我語文唔殘呢，你睇哦。客家壯嘅人都唔會講客。係不過喺度台北市啊，你一要客家人，一要好多人，一要安姓人咧，講多數係冇講要等到嘅。而家將苗啲頭份新祖父嚇石頭山南莊，佢全客家莊。佢講冇好多人喺咧，其實都唔可以講下，都專門講個北京話啦嚇。咁你可能投訴嘅人嗬，注意。捉到嚟，捉到嚟，扭到。那天晚黑黑 V 投訴。投訴係能用啥係咪？係冇。係啊，佢嗌啊，係冇。係咪？我都唔信，嗌咗話佢投訴啦。好啊，談公平啊哈。好，來公平。羅英英老師。好阿先爸好，首先呢，我先非常嘅肯定你從禮拜嘅三個字嘅腔調下冇強用，讓你平常時談到嘅三個字吼，又下貼片，吼，所以我相信從起來呢，為本人知道當心嘅感覺，就係講本人幾隻建議，就係講因為貼士嘅時間，因為從清楚來，因為貼士佢就係歌詞嘅一部分，吼，所以我從就撈佢從到清楚，譬如講第一件吼拍菜按拍，吼後邊解釋，你就撈佢從清楚，開放化，吼係講冇啦清楚，你談起來到底係乜計呢？吼，咁樣嘅感覺。拍菜就按了拍咯，用白就開放化啦。就嗰類就係呢個天意嘅，按好按妹咧兩陣時，因為你跳前行要強冇強用，你從按妹嘅時間呢，要轉一隻潤嘅時間，呢個高音。好聊聊，就可能嘅音準會幫你促進一下，所以呢，變成你後邊冇強加嘅強高音呢，可能就冇轉到安靜，好，所以呢，你係高音嘅問題。其他我知道，你按樣應該重複係講，要下熟練到，好，我相信你按樣應該重複，唔單淨係按你彈起來，知道到冇強用，我相信觀眾朋友彈到咪會當歡喜，彈到冇強用嘅三個字，希望你這個老嘅表現到很下好，我想你係當你本人當期待嘅一種重複，好，喺這個咧。天班吼，基本嘅我感覺你自家狀態吼，我要看到你聊笑出來，我啲你可能未啲基本嘅自家嘅狀況以後，所以講本人一建議就係，你係拉高音，喺個愛數每音嘅時間，你從哪個呢愛唱出來，吼，唱到 I 時間嘅音準，整不了了要走聽。啊哥了。唱來呀，本麥佛呐。
讲认准和讲个咬字，吼意思，捞去从何来？我上了贵书歌曲改了人名就表达出来嘞，系是梦。什么老师？赖老师。对。我想喊你想讲啊，申公哈，你创那种神国字呢哈，其实呢有时间啦，你看歌词呢哈，你可以加啲诗呢了。像人家话哈，当然拍出来一定会有诗哦，你欠太大啦，那调过去了，因为面孔就调过去嘛哈，因为面前不用太大啦。然後呢，有三傳是翻啦，三傳失啊，你嘛，佢加啲字你當好用嘛，嗰啲嘢都調起來，嘢腔頭會正啊。所以呢，唔講使講安尼裝啊，唔變咗三傳，唔變咗協體嚟嘛。三傳失咯，安尼嘛，嘢腔頭就一下就硬起來，所以呢冇用到。然後呢，聽講，今比唱嘅聲啊，嗬，實在冇法講嗬，一定要。但是呢，哈，我想到一奇怪的，因為上一多嘛，哈，有3年本創一條歌詞啦，我真學弄記啦。但是那天我那裡唱的話，並唔係我那裡唱就唔對啦，哈，跟我唱一下聽講，我本一句歌詞，你看讓我唱好冇？千里唔好條春條啊，唔唱一下我睇。千里啊，唔好條春條。千里唔好，係冇？係冇？你可以唱嘛？好嚟，我嚟hết難。千里唔好，好，千里唔好啊，嗰樣啊，條春。哦，對，安尼，你唱嘅意思就講，千里唔好加就要條春條啦。所以呢，我是講哈，嗱，唱老殘歌，莫跌到安尼格式度行啊，細體嘅強化體嘅。嗱，只有詩嘅意思啊來，看2隻詩啊，還是4隻詩，安尼翻吼，人家團結當乜對啊？當然人家幾歌詞吼，2隻詩也唱得，4隻詩也唱得，但是呢，唔係俾佢揾到安尼歌詞噶，就千里唔好加對嘛了，我條春條喎，哦，係咪安尼就會變成個，我們人唔係出豆腐安尼付的哦，哦，翻到錢啦。係出豆腐。講出豆腐冇春呢？唔是春呢，是地。過哈，還有嘛呢？T 機啊，哈，也記得有嘛？要話阿哥咧，超妹啊，要麼超妹蒼山過可能一起就學神咩？一起就學神咧，唔是講阿哥咧，超妹啊，蒼山過，原來就一邊都一哭啦嗬。我說你打當打上，人西邊都嘛呢，原來唔順啊，一起學神，係咪就啷啷當好咩？好，所以講你要注意啊嚇，聽過？真正人基本上，但是表現得相當好啦。好，看你都有看本書的哈。好，先來看劉金生的分數。89分。哦，嚟看一下阿田伯嘅。盛家庭嘅分數。93分哦，盛伯。真的，盛伯，拍攝下，是你哦。唔會啦，你本來都有素養嘅東西。要即係運氣出到去啊，係啊。哦，呢個出到啊。唔係我煮嘅就煮嘅咩？你當堂翻嚟哦。68呢？冇要見啊哈。好啦，安尼有限爭嚟啦哈。係啦，安子謝，安子謝，好，一路唱，安子謝，安子謝，好啦，準備當坐哈。來，強不強？拜託哦，將馬來啦！看開你煮到滿意啦！存到最後一組誒，係咪？哦，是存一組啊！哦，是爸媽爸。起身明欣賞哈，現場哦，另外一組嘅總存梅嘛，看一下來。好。好，我們唱我哋總存梅，歡迎兩位來到舞台當中嚟。嚟咧。兩位有說詩嘛？來到兩位人就說詩。兩位人就見到面就出來哈。哦，互相有彈過對方唱歌嘅嘛？有啊。好。啊，有互相交流啊嚟嘛？
韩梦游咧，韩梦游啊，安尼主持人20几飞，就来交流一下，好嘛？安尼带了嘛该讲。平板，平板，你阿妹记得平板，哎呦，你用比平板安尼，咱认真是好评的哦，较好评哈，来，谈个啦。放出了爱呀勇啊，千万流思难，忘年了呀，哎呀，尊同了。什么拍嘎？哎呀，两位主持人好，你好，两米就创得好了。来去看你先生，好。哦，两米就阿曼的腔呢。啊，阿曼呢？哪里有阿曼？对啊，虽然这两个平板呢，哈，两位是创平板，但是可是上面唔伫好评也唔好评。有听得通吗？来谈一下欣赏的公平啊的啊。参考中。因为两三创的平板都相当的平稳啦哈。戏欣赏也有态势上的感情，但是我老二有细细的建议，因为咱创意啊吼，达多个安尼个态势上的方式、腔样，感觉都
亲伴呐。酸甜了个苦哦啦啦，水饮了滴啦。庄寿基伊本身加个声吼，较有较亮，较合适唱也个那个山歌啦吼，平板。不离歌，伊也同样吼有咧我做的人建议所在，就像天机上天之妹嗰只妹，然后心传子孙嗰只孙，都唔用牵远只，我相信这个也滴多少会不足。心传了子那孙那，牵满了眼呐。可能爱加强一下。好，谢谢。孙明先生。好，再来有请到邱华先生。好，高中我讲清楚，我是简单的补充哈。孙明先生就会我感觉伊软脚做得，唔过伊鬼术创起，安尼黏黏夹夹，吼。糖的什么？吞落无分明。糖起来像你最好有黏都唔该嘛，睡着鸡卵那么个东西，好你啊，希望你研究过真的素材。春梅的你上真好，唔过我感觉唔见伊唱歌唱太用力，一下就开始用起来。所以多唱讲三个唱落那来呀啊哈，感觉你气就不足嘞。兄弟姊妹，言民谣唱顺言，你做说出来，记者是就会感觉你属于的气不足。加教作我唱来的评审先生，同你有按个那个观念就会安排唱歌，你唱歌就分析好那个。高音大音软个所在注意，莫一下还是当他出力唱，哦，好不冇力的，硬是唔好，因为你有先天的条件去弄嘛，你要没运用你的条件呢，你发挥得非常非常好，要多练习啵，啊，所以加油！好，谢谢先生。我最要含幾多？冇啊！用先生用我講最含嘅。唔知喎，就呢個句子。食到麥牙痛。含幾多應該唱過話山河含嘅。我人唱啦。張宇。句子啊。張宇啦。哦，楊烈大哥，他才特別唔係講自己。唱歌好像好含着鸭蛋。那林峰大哥。如果能够把自己放在你左右，让我拥有一切真实的感受。好，我了解了。好，看分数了哈。第4名的分数。就是一個咩阿曼的歌本呢？哎喏，有緊張咯。另外一邊咩？總春梅的分數。我來看一下。92分。這兩個一次認同。其實兩個字真係非常厲害。那蠻會唱嘛，嗬。唔係，可以再翻上嘅幾分嘛，好唔好？好。我再調身暖呢。調身暖。好啦，恭喜兩位安子生。安子生。好，在夜當中。經過3禮拜嘅比賽以後，總共有12位選手簽時淘汰。在評審席上開會討論以後，決定判2位選手派不返上嘅機會，就是陳雪婷和許生明。希望2位選手在未來比賽要好好加油哦！還有當到好唱歌嘅朋友，積極來報名哦。報名專線0919388398，還有傳真電話0217788231。嘿，等下得來報名哈！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嘅收看，因為呢，我們要多謝 CBA 新歌評審現場，謝謝。謝謝。多謝。咁啊，今日新歌嘅場先生。什麼？上。
大家忘唔記得咯，下禮拜中午嘅時間嘅時間呢，老年大擂台，老年強下。